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警察集体来贪污，讲租借车的业者违规牌照封兜起来6个月，为了要赶紧让这个车恢复营业，怎甲警察来恶势，拜托警察就开迄种吊销牌照的罚单，互因重新来领牌。 安尼车就会当继续来走车趁钱。新北地检署约谈到涉嫌的员警，甲代办的业者总共79个人，查出有9个员警来涉案。新北市树林分局有4个，板桥分局有2个，若桃园的滨定分局有2个，新竹县的德北分局有1个。新北市上侪9个就占6个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讲，该办就办，无允准警察的内部。 外国贪污。轿车驶伫国道凊彩转换车道，无顾其他用路人的安全。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，只要驾驶人有危险驾驶、严重超速等等的行为，若是警方抓到违规的车辆，会互吊扣牌照6个月。不过检调发现有租车业者偷偷甲警方合作，超工甲互吊扣牌照的车辆开上路，才互警方来开罚单，以无牌上路当作是开单的理由，互原本吊扣牌照的处分变作吊销。安尼租车业者干那需要立罚单，就会使领新的牌照，继续租车趁钱。检方表示，有员警涉嫌甲业者收钱。新闻18000到2万多之间，自己是没有亲身经历过。吊扣牌应该也是要缴销掉了，那可能是用哪个方式再把它重新领出来，这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大台车对立罚单到领牌无共管期，有无共绩效，员警靠法律的空棚来趁钱，因为业绩特别好，才互看破卡手。经过追查，员警涉嫌新北树林分局4个、板桥分局2个、桃园2个、新竹2个，总共9位员警涉案，其中新北市占上济。如果有不法该办的事就要办。 我们绝对不允许贪赃枉法在我们的警察内部。该办就要办，不过已经影响警方的名声。还有其他涉案的代办业者，还有监理站的检验员，有14位以3万到10万交保。另外，还有14位涉嫌收钱、伪造文书等罪，检方嘛已经向法院申请扣押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